我们就咱来看表演，5日节暗时，总统府前有真精彩的艺文表演，几万名民众集中伫遮欣赏。这个总统、副总统、行政院长甲防疫的国家队，拢用行动力，挺这个艺文团体到现场，甲大家做一来过5日节，欣赏充满台湾之美演出。还有我们的副总统。5日节阴暗时，总统、副总统还有行政院长苏贞昌翁仔某和民众做伙伫总统府头前看表演，现场还有防疫国家队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大家就定位欣赏总统府头前的艺文表演。但先是东美分歌戏的表演，连续车练到，大家拢画好。扮仙戏又搁叫做吉祥戏，通常出场的人物拢有祝福的意义，伊嘛行落去台卡和大家互动，现场差不多1000人左右。过来是烈光剧团演戏、唱歌和跳舞。有欢乐，嘛有感伤。5日节限定版音乐会再会吧北投，由吴念真、吴念真担任编剧导演，端午社平安艺文大汇演，透过精彩演出要甲大家讲，莫放弃希望，行到最后，幸福就是你的。